就因感谢入伊的门，就学落入伊的院，就感谢伊学落伊的名，因为耶和华是好，伊的慈爱到永远，伊的信实到万世代。请敬拜团来学落。感谢天父阿爸，我们再一次奉耶稣基督的名聚集不论是侍奉还是参加敬拜只要我们的心向着主，他就喜悦我们不论环境如何，我们的心要因着主而欢喜。当我们全心赞美神，要差派天使为我们征战，也使我们重新得力如果方便可以邀请大家一同站立来敬拜，让我们的心一起向着主来歌唱。常常喜乐，向主高歌，不论环境如何，高山或低谷，主都看顾，相信就能蒙福。常常祷告，耐心等候，主做事有定时，流泪撒种的欢呼收割，相信就有喜乐。下垂的手再一次举起来，痛疲的心再一次敞开，抛下一切忧虑，放下一切重担，来到主的面前，我喜乐满怀。冰冷的心被主爱来温暖，干渴的灵被主爱充满。主是我的力量，主是我的高台，死荫有苦一路有耶稣陪伴，他永不离开。谢谢主，从头再唱一次。常常喜乐，向主高歌，不论环境如何，高山或低谷，主都看顾，相信就能蒙福。常常祷告，耐心等候，主做事有定时，流泪撒种比欢呼收割，相信就有喜乐。下垂的手再一次举起来，封闭的心再一次敞开，抛开一切忧虑，放下一切重担，来到主的面前，我喜乐满怀。冰冷的心被主爱来温暖，干渴的灵被主爱充满。主是我的力量，主是我的高台，死荫有苦一路有耶稣陪伴，他永不离开。下垂的手再举起来，下垂的手再一次举起来，封闭的心再一次敞开，抛下一切忧虑，放下一切重担，来到主的面前，我喜乐满怀。冰冷的心被主爱来温暖，干渴的灵被主爱充满。主是我的力量，主是我的高台，死荫有苦一路有耶稣陪伴，他永不离开，他永不离开，他永不离开。那我们拍手，将一切荣耀归于神，哈利路亚！平安喜乐也归给他所喜悦的人。谢谢主，因为当我们还是罪人的时候，你已为我们走上十字架，你告诉我们可以放心，因为你已胜过了世界。愿你的爱吸引我们，我们的心就因你欢喜。继续来称颂那救我们的主，将我们不能胜过的事交给主，因为他已经得胜了。
这世上的苦难，像海浪不曾停止拍打海岸，人们相聚离散，有没有一种约定，永远不更改？谁能告诉我生命的答案？超越了时空的祝福，永远的爱。耶稣，你胜过了世界，胜过了死亡，胜过了黑暗的权势，坐在父右边。世界的亮光，荣耀的君王，耶稣，无罪的羔羊，为我走上十字架。从头再来唱一次。这世上的苦难，像海浪不曾停止拍打海岸，人们相聚离散，有没有一种约定，永远不更改？谁能告诉我生命的答案？超越了时空的祝福，永远的爱。耶稣，你胜过了世界，胜过了死亡，胜过了黑暗的权势，坐在父右边。世界的亮光，荣耀的君王，耶稣，无罪的羔羊，为我走上十字架。耶稣，耶稣，你胜过了世界，胜过了死亡，胜过了黑暗的权势，坐在父右边。世界的亮光，荣耀的君王，耶稣，无罪的羔羊，为我走上十架。胜过了世界，胜过了死亡，胜过了黑暗的权势，坐在父右边。世界的亮光，荣耀的君王，耶稣，无罪的羔羊，为我走上十字架。耶稣，无罪的羔羊，为我走上十字架。感谢主，持续站立。即嘛，阮用新的界面来荣耀阮的上帝。你着尽心、尽事、尽意听主你的上帝。即、个界是大个，也是头一个。第二个也三亲像是讲，你着听厝边亲像家己。即两条界是全律法甲先知的总拳头。我用新的界面互恁，就是恁着三听。亲像我捌听恁，恁也着安尼三听。恁若三听，众人要对安尼知，恁是我的学生。起因，
真济。我来客，那恁来应。心来送香的人有福气，忧闷的人有福气，温柔的人有福气，枵喙焦心无意的人有福气，怜悯人的人有福气，清气心肝的人有福气。予人和平的人有福气，为着伊饱受困毒的人有福气，为着我人则论骂恁、困着恁、诽谤恁万项的歹，就欢喜快乐，因为恁伫天里的报赏是大。咱三甲额头来祈祷，我用华语来祈祷。亲爱的主耶稣，谢谢你让我们在这边一同聚集，来领受主你的爱跟话语。主啊，我们在花莲有受到很大的困难跟灾祸，主啊，求你赐平安跟健康给在花莲的人，能够帮助他们，保守他们，在面对如此艰难的时刻，都知道有主你的同在，你的福音也跟我们每个人都同在。主啊，也保守我们每个人，在面对工作或是身体上，可能都有一些困难，但我们相信主，你是信实的主，主，你也是给我们盼望跟希望的主。求你与我们同在，甚至走在我们的前面，带领着我们，相信我们能够帮助我们。主啊，感谢你，求你持续的赐平安与我们每个人同在，也谢谢你，孩子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祷告 ，Amen。接着我们请主日学来献诗，献诗的诗歌是“你是我的一切”。
好，我们谢谢主日学的表演。那个喜恩还是在后面弹钢琴的，很厉害，再给他掌声鼓励一次。好，那我们一起来领受上帝的话语，记载在圣经马太福音第26章17节。拄角节头一日，学生就问耶稣讲：“爱阮伫什么所在，甲你变盘食盘过节？”伊讲：“恁伫城找无人。”甲伊讲：“先生讲，我的事近啦。我甲我的学生上盘过节伫恁兜。”学生照耶稣所吩咐的去行，就变办盘过节。到日暗，耶稣甲12个学生坐倒，食的时，耶稣讲：“我实在甲恁讲，恁中间一人要卖我。”众人真忧闷，一个一个甲伊讲：“主啊，总毋是我。”伊应讲：“甲我伸手伫盘内的，迄个要卖我。”人主倒去，照所记载即伊的话，若是卖人主的，有灾祸啊！迄人无出世较好。卖伊的犹大讲：“拉比，总毋是我。”甲伊讲：“你已经讲啦。”第66节。因伫食的时，耶稣摕饼，祝谢，八盘。分予学生，讲摕去食，即个是我的身躯。搁旁杯，祝谢予因，讲恁拢着啉伊，即个是我的血，就是盟约的血，为着济济人流出的，记到罪得着赦免。第29节，若是我甲恁讲，打了后，我无啉即个葡萄汁。听后迄日，我甲恁啉迄个新的，伫我的爸的国，已经近时就出来去橄榄山。下面请叶长老来进道。进道的题目是：食饼啉杯，思想纪念。亲爱姊平安。因为蔡长老伊去佚佗啦吼，所以讲叫我来分享这个信息，咱三个来祈祷。主天人的爸，阮的上帝，阮搁一摆伫你的殿里敬拜阿罗你。做阮通过你的话，互阮来思想，互阮来纪念你所为着阮设的圣餐。所以祈求你亲自甲遮个华人马太安迄个光复乡所拄着困难、拄着灾厄、拄着事实的，甲因三甲伫地。祈求你将望的种子放伫因的心内，互因无过头的惊吓，有你的平安伫因的心内。阮伫遮开始大声感谢你，快速祷名，阿门。今天跟各位分享的就是吃饼喝杯，思想纪念哈，不是恩享了哈，是这样。这是耶稣在被卖的那一个晚上，逾越节的晚上，跟他的门徒所讲的。那一个重点就是要纪念他，直到他再来，那个纪念才是一个重点。为什么会想说用这个？就是上个礼拜我们有在这里守圣餐嘛，我就想到说过逾越节的时候，对犹太人来讲是非常重要。我最近有看那个新杰他在4月的时候有跟我讲啊，逾越节那个时候啊，他说他们同事是犹太人。所以逾越节他们说要一起去吃饭，他说不行，他不能去一起去吃饭，因为他要吃无酵饼，1个礼拜都要吃无酵饼。我想说那个，他是蛮年轻的嘛，他说没有错啊，年轻人啊，才30几岁啊，30几岁的年轻人还是在守逾越节，还是没有参加那个去他们说聚会，或者说去一起去吃饭，没有，就是一定要守逾越节。后来就看那个大概20年前，在那个库德族那边啊，伊拉克那个库德族那边有一个部落被人家发现，那个部落就是全部都犹太人，他们2000年来就住在那个地方，因为被罗马帝国迫害的时候，他们跑到那个地方去。后来因为高速公路从那边开过，才知道说有那一个
有那个犹太人住在那边，他们一样2000年来一直在守逾越节。那其中一个拉比后来哈佛大学请他回去在哈佛教那个古希伯来文。后来在印度也有一个支派一个部落在山区里面一个部落，那个部落里面也是犹太人。后来犹太人那一边以色列那边派拉比去说要证明他们到底是不是犹太人。很简单，就是看他们有没有守逾越节。结果他们守逾越节完全照古代大概2000年前守逾越节的方式就像我们刚读了那一段擘饼，然后最后有唱诗，就是唱诗篇都完全一样，所以他们认定没有错，这是犹太人，要不然他们看起来像印度人所以他们没有错，他们是犹太人，所以可以归化为犹太人。最近呢，疫情这个时间疫情以前荷兰开封那个地方也有犹太人回归到以色列去为什么知道他们是犹太人？也一样，就是守逾越节那个过程都一样，唱的诗都一样，都是用古希伯来文。所以我们知道2000年来，即使他们亡国了以后，他们仍然在守那个逾越节，把它当成非常重要的。所以我们今天就来看这一个逾越节这个我们一起来念这个这个罗马书里面就是神的意，我们一起念因信耶稣基督加给一切相信的人，并没有分别，因为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如今却蒙神的恩典，因基督耶稣的救赎，就白白的称义。我们讲这个逾越节以前，我们看你读圣经的时候就知道那个守逾越节以前，耶稣呢跟他们讲说要去守逾越节，就到其实很多人讲说到马可他们家了他们家守逾越节。在守逾越节以前我们知道犹大就先去找那个祭司说我把耶稣卖给你们好不好交给你们。他说我把它交给你们，你们愿意给我多少钱他们就给了他30块钱。30块钱是一个人1年的薪水就给他30块钱。就是旧约也有预言30块钱。我们看到那个守逾越节以前，他也跟彼得讲彼得你会3次不认我。彼得说不会我一定会为你，即使你被抓，我还是会跟你一起去，会为你牺牲生命结果耶稣被抓了以后，彼得呢真的3次不认耶稣。我们可以看出来，耶稣都知道在这个以前呢，耶稣到那个玛利亚他们家的时候，那个玛利亚用香膏膏耶稣膏耶稣。有的写说在那个麻风病的那个医好那个西门的家这个玛利亚用香膏来膏耶稣这些都是有很多人讲说为什么要花那么个钱呢？为什么不去周济穷人？他说常常有穷人跟你们在一起只是他是为我预备什么？预备那个埋葬用的这个是耶稣在守逾越节以前遇到的。我们看出来那个耶稣的心情实在是非常难过非常难过因为他要被钉在十字架为众人的罪。那守逾越节的时候，这个是刚刚我们读的说你们拿着吃，这是我的身体。又拿起杯来说，这个杯就是我所立约我的血所立约的为你们流出来，我要使罪得赦免这个是我们知道逾越节他们守逾越节的时候，就是像这样摆盘，像这样守逾越节的时候，我们教会上一次也有办过守逾越节，其实它有固定的程序，到现在都一样到现在都一样。他会有喝了4杯酒，第1杯是成圣之杯就是他们一开始的时候，那个女主人会祷告，会点蜡烛祷告其实那个不是只有逾越节每一个星期五都是这样，每一个星期五。所以彼得·杜拉克讲说，他在日内瓦以前在日内瓦的时候，他们家每一个安息日的那个晚上都很多人到他们家去，有一些作曲家，有一些是思想家有一些是金融家，有一些音乐家都有，就是在星期五的晚上那个女主人就会
就会祝福大家，女主人会点蜡烛哈，会讲一些好听，就是祝福的话，然后男主人才开始祷告哈。所以一祷告的时候，祷告完就那个成圣之杯了，喝第一个杯啊，那个杯就是什么？就是神跟以色列人立约，跟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立约。后来呢，叫他们吃那个无酵饼的时候，把那个牛膝草沾血啊，然后涂在门槛上，那个就是你们是成圣了，所以灭命的天使就不会进去到那个他们家击杀他们的长子。这个是成圣之杯。再来审判之杯是什么？他们会讲到在埃及的时候曾经击杀有10个灾害嘛，然后曾经击杀那个他们的长子跟第一胎的那些动物了。所以圣经有讲啊，圣经有讲说怎么样呢？说长子是属于耶和华，长子是属于耶和华，所以要赎回了。所以每一个长子的时候都要到圣殿去缴一笔钱赎回。那第一胎的那个动物也是属于耶和华，所以那一些第一胎没有瑕疵的，就是要献祭给神的。那个是利未记都规定的非常清楚了，非常清楚。所以我们早期那个台湾长老会有很多把那个长子都献给神了，就去当牧师了，有很多，其实也蛮多的。再来就是他们会吃那个什么，会吃那个用青菜去沾那个盐水来吃。青菜沾盐水说，虽然神给你们好像春天一样，那个时候我们知道月节是在春分以后，他们的新年是在秋分以后。所以月节春分的时候，春天的时候，虽然有青菜赐给你们，但是你们呢是在埃及当奴隶，所以要沾盐水来吃了。然后呢，吃了以后就喝了这个审判之杯以后，就会讲一些话，然后呢问4个问题，就是为什么今天我们要吃无酵饼？为什么我们今天的菜呢一定要沾盐水？为什么我们今天躺着吃饭？就是安那靠安尼啦，不是坐着。因为靠这样的时候是自由的人才会靠着这样吃饭的，奴隶不是，奴隶是站着，所以他们是自由，变成自由的人。吃完这一些以后，会吃他们准备的那个食物了。我们知道这些食物里面有什么？有一个鸡蛋嘛，那个鸡蛋是水煮的鸡蛋哈。那还有那个一只羊的骨头，还有那个泥啊，就是苹果泥。苹果泥代表什么？他们在埃及的时候用那个泥土来做那个砖块，所以他们吃那个无酵饼的时候要把它沾那个来吃，让他们世代都记着。也问这些问题，那家长就会告诉这些小孩为什么会这样，为什么要沾那个盐水，为什么要吃无酵饼，这些整个问题，为什么要躺着吃，这些就回答他们，就是神怜悯他们。里面有3个无酵饼，我们知道，当耶稣剥那个饼的时候，是中间那一块饼，他会把它剥起来，剥起来以后一半呢就把它藏起来，叫小孩子去找了。到最后的时候找到的时候，就给他们奖品或者怎么样，那个剥开来，所以耶稣就剥开那一个饼，剥开那个饼，就是说耶稣特别讲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这是到新约了，旧约的时候就是直接剥开嘛，到新约的时候就是耶稣的身体。这个饼吃完以后，就拿起那个杯，那个是救赎之杯。救赎之杯的时候，那个就是耶和华拯救了他们，让他们出埃及嘛，让他们出埃及，这是拯救之杯。所以耶稣就举起这个拯救之杯。就在新约的时候，那是他的血所立的新约。再来最后的时候呢，吃完饭以后，最后的时候就唱赞美诗了，喝了赞美之杯以后，就唱赞美诗出去。所以我们刚读到最后的时候，他们唱诗以后就往橄榄山去。其实我读到这一段时候，我也非常难过。为什么？他知道这一次去就要被钉十字架，他知道耶稣知道了，结果他还是去，还是去，还没有说他不去，还是去，唱了赞美诗以后，就直接往橄榄山去，然后就被抓了。我们看到这个图上面还有一个小的杯子那个小的杯子就在左上角那2个大的杯子中间有一个小的杯，那是以利亚之杯。他们讲说，马拉基书说，
说那个弥赛亚来的时候，以利亚会先来。所以耶稣人家问耶稣说：“啊，以利亚来了吗？你说你是弥赛亚，以利亚来了？”他说：“有啊，施洗约翰就是以利亚。”所以那个以利亚是背了。所以他们到现在为止都一样哈。假如说一个人要设割礼的时候，都会放一张空椅子在那边，代表以利亚。哦，空的椅子在那边，说以利亚，你做见证，我这个小孩是有按照那个利未记所记载的有设割礼，第8天设割礼嘛，哦，所以他们到现在都一样，好、哦。所以我们看一下，我们说吃喝主的身体，所以耶稣拿起饼来祝福，就擘开递给门徒说：“你们拿着吃，这是我的身体。”又拿起杯来祝谢了，递给他们说：“这是我立约的血，为多人流出来的，使罪得赦免。”所以我们在守逾越节的时候，其实就吃喝这个耶稣的身体跟耶稣的血，这跟旧约他们在守逾越节其实一样的。所以我们代代相传就是这样。犹太人为什么会经过2000多年仍然可以复国？就是因为他们都一直在守逾越节跟守那个新年赎罪日，到现在都一样，所以他们每一次都这样。所以刚刚讲说，他们最后那个救赎之杯喝完以后，赞美之杯在喝完以后，他们就会讲说：“我们明年耶路撒冷守逾越节。”明年。其实还没有复国以前，每年都这样讲。你知道他讲了多少年？讲了将近2000年，讲了将近2000年都这样。神有没有让他这个约有没有让他真的回去那边？有啊。所以我们最近在读那个以西结书的时候，神说一定要把那抛在万国之中。后来因为他们在他的国家，在别的国家以后悔改了以后，神一定会把人召回去。他们就抓住这一个应许，所以神说他的约是永远的约，他不会离弃他们。这个约是永远的约。所以我们这样看的时候，耶稣跟我们立的新约一样，那个是永远的约，是不会废弃的。所以信而凡是信他的，就有权柄称为我们是神的儿女了，就有权柄。那个约是永远不会废弃的，人废去了那个约，神没有废去的。所以我们最近一直在读以西结书的时候，就一直在强调这一个。再来那个饼所以耶稣在约翰福音有讲了，说他就是生命的粮，生命的粮。所以我就是生命的粮，所以到我这里来的必定不饿，信我的永远不渴。这是耶稣基督的应许。所以他说，凡父赐给他的到我这里来，我总不丢弃他。我的父的意思就一切信子。见了耶稣而信的人得永生，并且在末日要叫他复活，这是一个约。所以我们基督徒有的时候会讲说，那个约，旧约我们知道，旧约神跟以色列讲说，你就是我的见证人，所以没有错。那个见证到2000年以后，那个约还存在，而且履行那个约。所以我们新约的时候，耶稣讲说，信的见了耶稣基督而信的就有永生。后来要讲说，没有看见他而信的更有福了。所以我们这样，我们也是抓住这个应许，我们进到永生之中。所以说吃我的肉就是饼嘛，喝我的血就是这个杯的人就有永生复活。而且耶稣也讲说，我就藏在他里面，他也藏在我里面。如果不吃的话，就跟他没有关系。所以这个地方是特别，他一直在强调这个新约的约了。再来我们看一下，再来我们思想耶稣的命令了。思想耶稣的命令就是说，耶稣他有讲说，他最后他有讲说，凡遵守他命令的，所以大使命里面有讲，他说怎么样？耶稣讲说，你们去传去传，奉父子圣名的人帮他们施洗嘛。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叫他们遵守。我就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所以这一个遵守耶稣基督所讲的命令，他讲有哪些？我把它整理了一些了，就是服侍人。所以耶稣有讲说，你为大的，中间谁为大，就必做你们的用人。你们谁愿为首的，就必做你们的仆人。正如人子来，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并且要舍命做多人的赎价。所以这个服侍人所以有一本书
有一个牧师写了一本书，就是仆人的领导啊，仆人的领导那一本书啊，他就举出来仆人那个圣经里面旧约有哪些是仆人呢？摩西是一个仆人，耶稣基督也是一个仆人，啊，旧约新约他都有举了很多例子，啊，很多例子啊，这一些仆人，他说他怎么样领导这一个国家，怎么样领导这整个社会，怎么样领导那个民族，他们举出来以后，他说在美国有哪些大企业，他的老板是按照这个，里面有很多，哦，你如果把那一本书拿来看就知道，现在美国那个大概前20大企业里面有很多，他是基督徒，有些是犹太人，就按照这个仆人领导在做，所以他们服侍人，所以就成为一个大企业，这个是神的祝福。再来我们要讲说彼此相爱啊，这个彼此相爱我们知道是一个彼跟此啊，不是只有要求你怎么没有爱我，不是哦，彼跟此哦，你跟我彼此相爱。我讲一个比笑话也好，比较严肃的问题也好。那个南港恩友教会曾经有一个在台北蛮大的一个教会把一个街友送去说要住在那边。那个刚好侯宪明长老就刚好在那边嘛，那个碰到，他说你一定要跟我们写确结哦，因为这一个人也许他会醉酒啊，醉酒我们就一定要请他离开。如果他发生这件不遵守我们教会的规定的时候，你们一定要把他来带走了，来带走。他不要了，然后就讲了一句说你们都没有信心，你们都没有爱心说你们都没有爱心，我把他送来，你们不收他。那结果侯长老在讲，就跟他讲说，你们有爱心的把他送来给我们没有爱心的，说你们有爱心的。就那个是彼此相爱，一定要彼此，有这些问题，所以后来社会局送来的时候，我们还是一样，请他一定要确结，万一这个人不遵守的时候，你社会局一定要把他带回去。另外一个在北恩那个地方6点的时候他们才来，我们知道北恩聚会到5点半，5点半完了以后就开始吃饭嘛，吃饭大概10分钟就吃完了，大概70、80个人，那打饭打完吃一吃，大概10分钟就吃完了。大概5点50的时候，就有一个年轻人跑来说他要打饭，说要吃饭，没有了，都没有了，都吃完。你们都没有爱心你们都没有爱心，你们不是要所有的人来都要给他吃吗？后来那个许传道许牧师就跟他讲，我们这里是教会，我们不是慈善机构。我上一次我就跟你讲你一定要5点40以前来，要不然都没有了。因为他们不是只有吃1碗有些人吃2碗，有人吃3碗那就一下就吃光了。他就一直骂，说你们就离开了。其实有的时候你有很多彼此相爱，其实会很多困扰，会困扰着你但是唯有在耶稣基督的爱里面所以他是神的命令，是叫我们信他儿子耶稣基督的名，照他所命令的彼此相爱所以遵守神命令的就住在神里面，神也住在他里面他就赐给我们圣灵，赐给我们，因为你要彼此相爱，一定要有圣灵，没有圣灵的时候你没办法。因为像你恩友教会有当然叫气死呢有的时候会被气死了曾经怎么样？曾经有人去花那个过年的时候声张那个老板娘去花那个红包，好像一个人1000块1000块结果他花完了以后，突然有一个人就跑来说你花给我是空袋子了。他把它抽出来，说你花给我是空袋子，那你要怎么回答？说还要再给他我哪有钱？就是他花完了。所以后来我们就跟他讲没有，我们只负责花，我们不检查里面有没有钱我们只负责花他花多少我们就花多少其实我们不知道他是他拿走的，因为每一个应该都有其实那个一定要有圣灵同在的时候你才有办法来做这些事情，而且有智慧来回答。
再来，耶稣怎么讲？耶稣说：“我爱你们，正如父爱我一样，你们要常在我的爱里。”这是他的命令。所以说，我们要彼此相爱。彼此相爱的结果是什么？是有满足的喜乐。彼此相爱，结果是这样的。哦，所以耶稣讲说：“这是我的命令。”哦，不是讲我跟您讲的，你要听也好，唔听也好哦，不是，他是耶稣基督的命令啊。在大使命，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啊，帮他们施洗啊，而且叫他们遵守耶稣基督所吩咐的。他说：“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那个同在是非常非常重要，非常非常重要。所以礼拜五的时候，我就看那个灰熊兄啊。灰熊兄他说，伊讲伊这爱引流嘛，引流的时候又没办法打那个麻醉剂啊，麻醉剂都要乌两空啊。伊讲迄个疼哦，实在是没有经过的人没办法体会了。所以他说那个耶稣基督的痛，他才体会的，啊，他才体会。所以我们知道那个是一个神的同在。他才经历过这一个痛苦，耶稣基督的同在啊！他说他一直祷告，一直祷告了，一直祷告，哀求嘛，一直祷告了，哦，就是这样一直祷告，说神的同在，耶稣基督的同在，让他经过。所以他说他好了，出院以后会来做见证了，他这样讲。那其实我们知道，那个是神的同在，非常非常重要。尤其我们遇到难处的时候，没有遇到难处的时候不会体会了。唯有遇到难处的时候才会体会。再来应许，耶稣基督的应许，八福我们刚练过了嘛，从一无所有，一直到最后为主耶稣基督受困逼、受逼迫，从一无所有，慢慢的你就可以安慰人，你可以带给人家平安，这样一步一步一步前后都是什么？前后讲。心来颂用的人有福气，因为天国是因的，就是你一无所有的人有福了，因为什么？天国是你们的。到最后呢，唯一受逼迫的有福了，因为什么？天国是你们的。所以两个天国把你包在中间了，所以你中间有温柔那一些都有了，我们可以看出来，那个是神的应许。再来成为神的儿女，就是永生嘛。所以我们知道，我们常常人家会问说：“哎，你为什么信基督教？”就在世上可以得到神的祝福以外，在来世可以得到永生，这是耶稣基督所讲的必定问讲，阮对你遐久，可以得到什么？他说：今生得百倍，来世得永生。今生你可以得到百倍，真的可以得到百倍，可以得到神的祝福。年轻的时候不会感觉，年轻的时候想说，我家己拼就好啊。年到一个年纪的时候，就是回过头一看，真的完全是神的祝福。完全是神的祝福，你越爱神的时候，神的祝福越大。到年纪越大的时候，更能越体会了再来，神的同在就胜过这个世界。他说：“你们在世上有苦难，但是我已经胜过这个世界。”这是耶稣基督所讲的。他说他会赐给我们出人意外的平安出人意外的平安，还有那个满足的喜乐，还有可以得到安息而我们可以在主的爱中来经过，这个是一个应许。我们看这里有两个图片，一个是何凤山，左边这个图是何凤山，右边这个图是尼尔森，那是挪威。我们知道上一次那个卢俊义牧师来讲的时候，那个毕加士他也是挪威来的这个挪威这一个尼尔森他1901年的时候得到那个医学博士以后，就到中国大陆去了，在荷兰益阳那个地方，荷兰益阳那个地方，就在那个地方，在那个地方设立了医院，设立了孤儿院，还有那个盲人学校、残障的儿童学校，那所中学呢，就是信义中学了，那到现在还有到现在还有，信义中学说在湖南那个地方在湖南那个地方是蛮有名的一所中学。那个中学就左边这个何凤山他就是因为那个挪威这个是信义中的，去那边传的，后来他们家人就信了耶稣。信了耶稣以后，
他父母亲在他很小的时候就去世了，大概7、8岁的时候就去世，所以后来这个尼尔森这个牧师呢就收留他，然后让他读那个信义中学，信义中学后来就读雅礼高中、雅礼大学。我们知道以前都是汀州街那边有一个雅礼辅校雅礼辅校现在好像没有了，雅礼辅校那个雅礼是什么？是耶鲁大学的校友出来开的啦，耶鲁大学。所以他就读那个，所以一进去读的时候，那个学校都全部用英文上课了。所以何鸿燊就在那边读书以后，就英文就非常好，而且德文他也学得很好。德文后来就派到哪里呢？后来就派到维也纳那个地方去当总领事。我们知道在人来看的时候，这一个挪威这个宣教士怎么会去那边？我们不知道。但是神的时间、神的应许就在那边，何鸿燊就在那边出生，而且遇到难处，家人很穷，所以信耶稣了。那个尼尔森牧师就收留他，收留他以后在那边读到大学，后来考上公会留考到德国去，慕尼黑大学读到博士，读到博士以后后来就当外交官，就派在维也纳。2战的时候，维也纳那一边我们知道，德国攻进去的时候，就把很多犹太人抓去了。抓去了以后，有些送集中营嘛。在那一种情况下，何鸿燊就发出了那个生命的签证了，生命签证花了大概多少呢？花了大概1、2千本了。他们后来看那个他有编号嘛，有编号。后来那个编号知道说，哇，怎么会那么多？我们知道辛德勒名单，那个辛德勒他只有1000多人了，他大概拯救了4、5千人。其中包括哪些人呢？其中包括后来维也纳交响乐团那个爱乐交响乐团首席的小提琴家，他也是救了他，签证给他。那个时候他还小孩，然后到美国去。还有一些金融界非常有名的，都是何鸿燊发的签证。他从来不讲，人家还怀疑他，你是不是有拿人家的好处了？为什么你要发签证，而且这么认真呢？他说1个月大概花500到800本，1个月，是不是有拿了这些钱？结果去查没有了，因为没有一个人拿钱给他。后来那个以色列就把他当成国际艺人。我们知道亚洲就3个嘛，有3个那个有一个是救了1个人，华裔的救了1个人，另外一个是何鸿燊，一个是日本的，日本有1个，这2个都外交官，都花了非常多的签证，后来何鸿燊人家还把那个大使馆那个德国还把他没收了，就不给他在那边当大使，他就自己去租一个小小的一个房子在那边当那个领事馆，不给他租金了。国民政府那个时候不给他租金。他说不能再发签证了，他还是一直发嘛。后来他用自己的钱在那边发签证。我们知道人家问他你为什么要这样做了？他说我是一个基督徒啊。圣经有记载说你有行善的力量不可推辞啊，这是箴言所讲的，应该帮助那一些需要的人。他也从来不讲，所以到他去世以前人家都不太知道了。不太知道说有这件事情。后来他女儿在他的讣文讲说，他曾经救了犹太人，犹太人马上打电话来说你父亲是怎么救犹太人？他说他父亲有这些签证，一查，哇，竟然这么多，所以就把他当成国际艺人，在他们犹太人那个特拉维夫那一边那个国际艺人馆那一边就把他在那边纪念。当国际艺人有3个条件嘛，一个就是救过犹太人，第2个不是犹太人，第3个救犹太人没有拿钱，一定要有这3个条件的，所以他符合这个条件，所以把他称为国际艺人。我们知道这个人有没有受到很多的逼迫，很多的诬告？有啊。后来他派到哥伦比亚那边去的时候，人家说他贪了200块美金。检察院把他弹劾，
把他的退休俸把它取消。所以他儿子呢，他儿子也是中央研究院的院士，把它取消了，都没有平反的，都没有平反。后来说要帮他平反也没有，他说，后来人家讲说，犹太人这样他都没有跟他拿半毛钱，那怎么会为了200块美金来贪污呢？这个是何鸿燊。我们看到这个是我们讲这一些，主要就是说，那个是耶稣基督的命令啊，耶稣基督的命令就传福音，还有彼此相爱。他爱那一些他根本不认识的，也是神的时间，神派那个尼尔森到那个湖南益阳那边去，然后何鸿燊到那个地方。有些人讲说，他因为他父母后来很小，父母就去世了，所以有到他的那个孤儿院了。但是我们知道，他就是这一个尼尔森帮忙他。结果他一生真的按照神的旨意，按照耶稣基督的教导，我们可以看出来那个力量有多大。一开始没有人会想到嘛，但是那个力量影响之大，影响了整个。所以他们以色列犹太人有一个犹太人，他们非常有钱的，他也是他救的。他就说，假如没有何鸿燊的时候，他们就死在集中营里面。他就死在集中营里面。然后曾经人家拿着枪压着他的头了，说你不应该救犹太人了，不应该。他说他还是他就跟他讲，我是中华民国的外交官了。那个时候中华民国跟那个德国有邦交嘛，有邦交，说我是中华民国的外交官，那个人才离开啊，才说没有把他杀掉。接着最后我们看一下，就是纪念省察，所以就是纪念我。我们知道逾越节的时候，他们这样纪念了2000年，纪念了2000年。我们现在呢，耶稣基督教导我们也一样，就纪念。所以每逢吃这个饼、喝这个杯的时候，是表明主的死，直到他再来。耶稣基督的死，他为我们牺牲定十字架，他的血洗净我们的罪，赦免我们的不义。所以在启示录里面有特别讲说，他来的时候说，行善的复活得生嘛，作恶的复活定罪。所以我们看见死了的人，无论大小，都站在宝座前了。那个生命册把它打开了，要照这些所记载，照他们所行的受审判。这是耶稣基督说，只等到他来的时候，这个意义。我们看到，我们就是纪念这个省察这个。我们看旧约的时候，神怎么样跟以色列人立约，那个约永远都存在，不会因为以色列人去拜偶像就离弃了，不会，他还是一样，用各种方法把他找回来。国语讲说，把他抱回来了，感冒了，把他抱回来。我们读那个以西结有讲说，你年轻的时候怎么样？年幼的时候年幼的时候说，出生的时候连脐带都没有剪掉，我把你剪掉脐带，把你用水洗干净以后，又用油抹你，用盐让你洁净。你结果长大以后，跟着别人跑了，但是神说，我还是一样会把你呼召回来。这个是旧约嘛。到新约的时候，我们知道耶稣基督的应许，他说，神赐给他的，我们凡认他的名的，一个他也不会再用一个也要被加老了，不会。所以我们纪念的时候，我们要特别注意就是不按理吃主的饼、喝主的杯的时候，就是干犯主的身体、主的血。所以要自己省察，然后吃这个饼、喝这个杯。因为人吃喝不分辨是主的身体，是吃喝自己的罪。这是在哥林多前书。哥林多那个教会就是因为混乱了这个圣餐了，所以保罗就骂他们了。他说：“你们圣餐的时候，我们知道圣餐我们是一个人一个杯子来喝那个葡萄汁嘛，他们守逾越节那个不是的那个圣餐的时候，天主教到现在还是一样就一个大的杯子，然后轮流这样喝，轮流这样喝。结果他说哥林多那个教会
有的做爱啉酒的，全部把它灌完了，灌到自己喝醉了。所以保罗在骂他，你说你不按这个理喝这个杯的时候，就是吃自己的罪，才会这样。到时候有些人呢，那个吃圣餐的时候，就来了那个饼就拿起来一直吃一直吃。你说你为什么不自己在家里就吃饱了再来呢？为什么来这边一直吃呢？那也许有一些他可能贫穷，家里没有钱了，也没有东西吃了，所以一看到有那么多饼，那么多葡萄酒，就一直喝一直吃啊。所以他特别这样讲，保罗特别这样讲。所以我们也一样了我们吃这个饼喝这个杯的时候，就是他的身体跟他的血，所以我们当省察自己啊。所以我们也想一想，我们吃喝思想基督跟我们是不是有关系？我们已经受洗归入耶稣基督了，基督是我们有关系。我们是不是遵守他的命令？遵守他的命令其实非常困难，非常困难。旧约的命令旧约的律法都是消极的，你不要怎么样，不要怎么样。新约耶稣基督的命令都是积极的。所以说，你如果有行善的力量，你不去行，就是你的罪。哇，那不得了，都是积极的所以我们是否在他的爱中？在他的命令就会在他的爱中。我们是不是见证荣耀神？我们有没有多结果子？多结果子的时候，我们不知道怎么样。有的时候你不知道为什么会结这些果子。像那个刚刚讲的那个尼牧师，那个挪威来那个牧师，因为何凤山就救了那么多犹太人，我们根本不知道，他也不知道，他其实他也不知道。他只是想说他来，这个，所以我们知道多结果子不是我们的，是由圣灵，在一个时间点，它自然就会结出来。所以希伯来书说，我们既有这么多的见证人，如同云彩围绕着我们，就当放下各样的重担，脱去容易缠累我们的罪，诚心忍耐奔那摆在我们前头的路程。仰望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我们有许多见证人其实有。我们最近有很多人回到天家去，这些人都是见证人，这是我们的见证人，如云彩般的围绕我们我们有很多重担，有很多缠累，没有错了，一定有的这个是我们在思想这个逾越节的时候，我们在思想这些圣餐的时候，我跟各位分享的。其实你说我有没有办法做到这个遵守耶稣基督的命令？其实很困难，我也没办法。常常我会有一些用人的想法来想，一定会了都难免我有想到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我就想到这个费忠兄，伊讲敢若用两空两空安尼尔，伊就感觉遐疼。何况讲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为我们流出那个宝血。所以我们常常思想这些问题的时候，我们就会如犹太人一样这个约是永远存在的，这个约是直到永远，直到永远。所以犹太人没有忘记逾越节，神跟他们立的约，我们也不要忘记耶稣基督跟我们立的新约。所以这个新的心、新的灵、新的约就在我们身上。咱三个来祈祷。主天堂的爸，阮的上帝，阮搁一摆通过你的话，互阮知，你为着阮拍破的身躯，为着阮流出的宝血，拢是要互阮进入永远的活命内底。所以祈求你，互阮常常思想，也会确信这个约。阮感谢你，靠所基督的名，阿门。接着我们来上吟。唱信诗184首，请起立。我喜喜乐。
请坐。即马闭慢心来奉献。请起立，因奉献的诗。因上营信息398首，上营了，请亚长老来接导。主必天来拜阮的上帝，我阁一摆特别为着花莲受灾遐兄弟献上阮的祈求，祈求你安慰保守看顾，互因当紧紧恢复因的家庭、因的场所，会当赶紧恢复正常的生活。祈求你平安甲喜乐伫因的顶面。愿耶稣基督的恩典、天父上帝的疼痛，以及圣神的相通，甲咱每一位三甲之地，直到世间的落尾。阿门。请坐。好，那接着要报告，下周有负责圣工轮值的同工，请准备。我们礼拜后小组分享是以西结书15章21节。
然后下午1点，有请周瑞麟长老来分享个人资金的好管家，欢迎大家参加。然后符合今生奖学金的同学，请记得向团契的辅导来申请，预计会在10月5号来颁发。那再来10月12日，台北圣乐团会来本会来分享，欢迎可以邀请亲朋好友。另外，妇女团契会在10月12日改选会长，请记得来参加。那第6点，有完成7到9月份圣经填充问卷的兄弟姐妹，请在10月12号前拿给陈国义长老来进行认证。10月份职月的长执是欧南亭长老跟许贝如执事。本周的新眼光读经进度是以西结书22到26章。好，那我们今天的那个分享是，接着是泽博还是叶长老？好，现在在平安哈，分享这个以西结了哈。其实以西结他写了那么多章，其实就是一个了，就是他离弃了神，就是以色列离弃了神，神没有离弃他们。所以在这里我们讲到，他有讲到几个比喻了哈，几个比喻，他讲说有那个鹰啊，2只鹰来，2只鹰，大的鹰，大的鹰来把那个他们养好的，已经慢慢培养的那个少壮的2只狮子把它抓走了，一个是亚哈斯，一个是约雅斤，都是当晚3个月就被抓了。一个是被掳到埃及去，一个是被掳到巴比伦去，所以他们就问神说为什么会这样？所以接着他们就有很多长老去问那个以西结说，到底再来会怎么样？神跟以西结跟他讲说，你不要回答他了，不要回答他，他问这个有什么用？因为他不是屡次派那个先知跟他们讲嘛，结果他们都不听啊，他们不听。他其中就是在利未记记载了那一些问题，他都发生了。记载哪些问题呢？记载了就是说欺负那个穷人那个压制那些外地来聚集的，再来跟他的同胞取高利贷，再来就是淫乱的问题。这些全部都是在利未记里面有讲到，申命记也在重新申命一次，他们就一直在发生这些问题，所以神跟他讲说，不要再问了，问这个也没有用，你们一定会被那个巴比伦的刀跟埃及的把你们消灭了。消灭的方法就是用什么？用刀剑、瘟疫、野兽、饥荒。这一些的时候，你们如果回头的时候，他就说他会再赐给他们平安；如果不回头的时候，就直接把他们抛在万国之中。我们知道后来真的被抛在万国之中了。巴比伦那一次的时候，西元前722年，亚述把那个以色列把它灭亡嘛，到西元前大概500多年的时候。就把那个犹大灭亡，所以他们去问以西结的时候，那是巴比伦已经第2次去攻打那个耶路撒冷了，攻打了第3次再去的时候，就直接把那个以色列整个把它灭掉了，所以全部都灭亡了。直到什么？直到那个波斯帝国起来的时候，波斯帝国才又放他们回来。耶利米有讲说要70年了。真的是70年的时候就放回来。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是什么？一个非常重要的重点就是，神跟以色列人讲说：“我跟你立约的凭据是什么？立约的凭据就是守安息日，就守安息日。”所以耶利米跟他讲说：“你不守安息日，所以不守安息日总共有70年的时间，就是总共加起来了。”70年，所以490年没有守安息日，都没有再守
7天一次安息日嘛，你7天，你70年乘以7嘛，刚好490年，490年时间你们都没在守安息日随随便便，所以说那个就这样，总共70年。大家也不相信那个耶利米的话，还把耶利米抓去关了，把他抓去关。后来以西结这样讲的时候，人们会不会相信呢？其实后来他还是不太相信的，后来不太相信，所以神就跟他讲说，跟以西结说，你跟他们讲，他们好像那个葡萄树神把它栽在那个肥沃的地方，结果他们呢不愿意遵守，不结果子，这一切都没有。所以神就派人把那些葡萄树把它砍下来，还有那个香柏树也一样把它砍下来，他说那个像黎巴嫩的香柏树，这一些呢都被丢在外面没有用了，那些可以做什么？其实那个是指耶路撒冷，耶路撒冷圣殿的时候，所罗门王在盖圣殿的时候那个黎巴嫩的香柏木那个就从那边运过来的，运过来那个香柏木盖那个耶路撒冷圣殿，结果神说那一些都没有用了。后来神还会让那个耶路撒冷的圣殿被烧毁了，确实没有错了。后来就被巴比伦把它烧毁了，圣殿也把它整个把它烧掉，人被抓，那个房屋被毁，城墙被拆，还把那个圣殿都把它毁掉了。我们可以看出来这是用神的眼光，神这样警告了但是人怎么想？如果是我们会怎么想？我们当然会想说，我来拜这巴比伦的神是不是给他用了？巴比伦这强他们神一定比较强。拜埃及的那一些，我们以前在埃及不是有拜了很多他们的神吗？金牛那一些吗？那个埃及的神是比较强，为什么他们的国家比较强？我们耶和华神什么都没有看到，什么都没有了。所以有一次我去那个印尼还是哪里去那个清真寺那个导游就讲，他们那边的导游他不是回教徒，他就讲说怎么样，他们在拜空气他说清真寺来的什么都没什么都没，他们拜空气其实那个神说不能有像嘛，不能有偶像，那一些都不行。其实耶和华神是一个灵嘛，所以他们要拜的是有看见的。所以我们可以看出来，后来他们就一直拜这样，因为每一次被攻打的时候，他们就去拜，拜的时候被打得更惨，因为是耶和华神跟他们应许说，你不能去祭拜别的神。所以我们读以西结书的时候，就是看出来，他靠巴比伦也不行，靠埃及也不行，所以唯有靠耶和华。他们就靠这个靠那个，所以到耶稣的时代，他们是靠什么？靠罗马帝国。靠罗马帝国，有些人要靠罗马帝国，有些人自己要独立了，结果就造成那个混乱，就是马加比两个儿子，两个大儿子跟小儿子2个人，结果后来就叛乱了以后就会要离开那个罗马那个提多就进来，就整个把他们毁掉了，连剩下那个哭墙剩下一面墙全部都毁掉了。我们可以看出来，所以不是靠哪一个国家那个强盛，唯有靠耶和华我们的神。这个是我们一直在讲的，就是犹太人就是以色列就是我们的见证人，其实没有错，唯有靠那个神的话语，靠耶稣基督，我们才有办法进到永生。这个是以西结在读旧约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出来。所以我常常在想说，我常常在看那个现在美国在那边吵的那些那个什么要去投资那个什么那个 Intel 那些大咖，我看找一找几乎都是在找犹太人而已那个很多都是犹太人马斯克也是这些都是犹太人其实神的祝福有没有在他们身上？有所以他说，你到每一个国家去，要成为那一个国家的祝福了。你到哪一个国家去，都要成为那个国家的祝福。这是我们读以西结的时候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警讯了谢谢。好，谢谢叶长老的分享。那我们现在默祷闭会。
现在互相道平安礼。